美國正式向全世界徵收關稅，我哋身邊到底有啲咩會升價呢？好似一啲美國品牌嘅生活用品、進口汽車、顯卡同埋奢侈品，會唔會都變貴呢？先講下嗰啲美國牌子，其實有好多美國牌子嘅嘢都不一定喺美國生產，好似過去幾十年全球化嘅供應鏈遍佈全球，從汽車到服裝，生產環節都分散喺各地。比如手機零部件嚟自世界各地，美國嘅內存、韓國嘅屏幕、中國台灣嘅芯片，最後組裝可能喺印度或者我哋嘅鄭州。所以好似 iPhone、洗頭水、牛仔褲、化妝品呢啲，只要唔係喺美國組裝再賣到嚟中國，就唔使交嗰84% 嘅關稅。我哋先睇下2024年我國從美國進口嘅主要商品，機械電子類嘅產品佔到23.17%，其中集成電路好重要，就好似我哋用嘅手機、電腦、汽車、儀器設備入面嘅高精尖芯片。不過而家嘅手機芯片大部分係台積電生產嘅，代工廠都喺韓國，組裝喺中國或者印度，所以唔使擔心會大幅漲價。顯卡同芯片大多喺台灣代工，所以問題不大。但係好似個人電腦，好似華為呢啲品牌，如果用嘅美國本土高端處理器，可能就會升價。中低端嘅處理器呢，好多都唔係美國本土製造嘅，升價嘅可能性都不大。再睇下我哋每日出行嘅國產汽車，好似小米、蔚來、理想汽車呢啲品牌所用嘅智能駕駛系統，都係用到英偉達嘅汽車芯片，可能喺美國製造，但係芯片喺汽車嘅成本入邊佔比不高，影響有限。而且好多車企都喺度用緊自研嘅芯片，有平替方案。總之，高端芯片產品可能受影響，中低端嘅有平替，或者本嚟就唔喺美國製造，所以影響都不大嘅。咁對老百姓嚟講，最關心嘅可能係醫療器械。舊年我哋進口嘅醫療器械入邊，20%嚟自美國，好似 CT 嘅掃描儀、核磁共振成像系統、心臟起搏器、血管支架呢啲，如果關稅落地，呢啲有可能都要升價㗎啦。仲有飛機，舊年我哋買咗70架波音飛機，但係隨着國產嘅 C919量產交付，呢部分關稅可能會慢慢被替代。農產品同化石能源進口量都好大，但係隨着化石能源平替好多，農產品入邊嘅大豆影響最大。每年進口嘅大豆20%嚟自美國，咁大豆可以榨油，都可以做飼料，加關稅可能會影響到我哋嘅飯錢。不過我哋早就從美國轉向巴西等國尋求平替大豆，所以影響都有限。其實我哋早有準備，喺科研方面，18年備卡嘅35項技術，而家我哋都突破咗33項。咁半導體、醫藥等領域都有平替。出口方面，我哋都唔再過度依賴美國市場，一帶一路等相關國家出口市場都增長好快。所以特朗普呢一波操作睇上去好似係為咗美國嘅利益，但係最終埋單嘅都係美國嘅老百姓。我哋中國呢邊有準備有平替，日子一樣過，但係美國呢，可能就要頭痛一陣啦。